現時經濟不景啊，市況欠佳，息口高企，唔少業界公司都係正咁艱苦經營。草案內有關付款嘅時限、強制審裁同埋暫停工程嘅規定呢，唔少人都擔心啊，會唔會加劇咗部分公司面對嘅現金流嘅問題呢？又會唔會引致合約鏈內其他公司出現骨牌式、滾雪球式嘅倒閉潮呢？如果真係發生呢種情況咧，唔單止咧相關嘅工程項目咧會大幅咁延誤，甚至爛尾，亦會導致更多公司、更多工人收唔返佢哋應得嘅款項，與立法嘅原意咧係背道而馳。唔少業界人士都反映啊，政府同埋公營機構嘅工程同埋顧問項目都不時有拖數嘅情況出現。原因係相關嘅驗收、審批同埋付款嘅程序係過於繁複冗長，業界做完應做嘅工作，往往要等幾個月，甚至係更長嘅時間呢，係相關嘅部門先至可以批到同埋找數。最後，業界希望政府可以維持穩定、足夠同埋多元化嘅工程同埋顧問工作量，尤其是係中小型公司有份參與嘅項目。避免喺某一段時間過於集中某幾個公司或者某幾種嘅工程先至有嘢做。